他抢你的客户啊？那说明你跟以你已经签约了。没有，可是已经进入到了签约谈判的阶段。没有合同就不算你的客户，也就不算抢。我们公司鼓励的是内部竞争。就是抢，整个事儿全部都是他的阴谋。昨天他还冒充我给广告公司的人打电话，制造物料危机。反正他就是不想让我看到以你的石总。嗯，你有证据吗？打单的重点在一个“打”字，中了招说明你智商不在线，哭没有用，承认无能可以走人。走人？凭什么？不想走人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去仓库调点货，下午恒隆还有新品发布会，赠品不够了。去吧。出去。老大，温州龙发的途金虎等了1个小时了，我看他有点毛了。我去市场部看方案，5分钟以后，请他进来。行，换个地方让他接着等。哎呦，有钱人家的小孩可以吃苦不能吃气，对吧？我听说了，以你大厦蹲了几天，以你大厦老总就是不出来见你。哎呦，看你小可怜样，不能支撑就别支撑了呗，反正你家又不缺钱，不就一工作吗？想起来了，你是为了你那前男友。他是我的初恋，我跟他好了整整4年。我们俩说好了，毕业就要在一起的。是每个初恋是怎么？你干嘛呀，董小姐？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我从少年组到高中组，我一直都是医务室女子散打冠军。只要我想做的事儿，我想赢的比赛，我就从来没输过。哎呦，看你哭那么惨，给你一瓶麦吉利胶原蛋白果味饮，由内而外美一下喽。我可要去仓库搬货了，我没给谁看。美的事交给你负责吧。终于遇到了吴东家，可是现在的我通宵加班的黑眼圈，没洗脸、没换衣服、没化妆，就是一个女搬运工的样子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看见我的狼狈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满血复活。吴东江真的在这栋楼里，他习惯乘坐的是侧门电梯。我必须要在这楼里留下来，以优雅的形象和他相遇。我去1楼。363，帮我摁一下4楼，就是最近的那一层，我要下电梯。林总，你现在也太忙了吧？我这是等你，哎呀，1个半小时。林总还真有点品味，就是有点苦啊。我喝黑咖啡，当然苦了。所以你拿错了杯子，也坐错了位置。行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林总，你跟杨光成谈直营那事儿，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啊？阳光城不在你代理的范围内吧？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经销商说话的是吧？
王磊已经在1个月之前就请你去对接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就是因为阳光城不给你装修补贴，两头要钱，生意不要太好做。这哪个行业没点规则呀？代理商也得吃饭呢。就靠着那点销售返点，那够交房租、够发工资的吗？我也想往里贴点，但我不是没有啊。哭穷的话就不要说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想做大温州的蛋糕，不是想取代你。有好的资源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，条件只有一个：配合我的管理。林总，我发现你还挺幽默呀啊！我想想啊，我当总代那会儿，你干嘛呢？你还没来 SW 吧？是啊，所以我一直拿你当 VIP 对待呀。你想要的新品凌晨到了，我已经安排人给你送过去了。你是第一个拿到这批货的人。林总，我绝对相信你会说话算数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直营的事情抓紧推进，还有，方记那边最近在干什么？直营3、4线城市，我策划了很久。我知道，这会让各地区的经销商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，甚至舒总也会怀疑我的动机。可是现在方进来了，要在和他的 PK 中实现业绩大增长，必须先拿下直营这一仗。石总，石总，看一下，这是给你们以你做的合作分析，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方案。这个项目我已经交给周总了，你有什么你找他吧。石总，小雨总，帮个忙呗。石总，石总，你就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小鱼，我们石总可说了，有事情啊找周总啊。小魏总，石总。石总，老板，那晚聊天记录我查了，林潇潇搞鬼的概率占8成。然后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以你这单挺大的，你要不要亲自出个面啊？你当年是怎么当上我的助理的？我有出面帮你打过单吗？这不，着急只能2选1吗？答应过你的事情不会变的，1个月之后你爱干嘛干嘛。我呢，宁缺毋滥，坏人跟蠢人我都不会要的。保安，哎，先生，这女孩干嘛呢？这姑娘她是来签合同的，她说有个老板就住在这里，约好了给她合同。把这给她。哦，好。哎，姑娘，快！走吧。快，拿着。谢谢。啊，没事。
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啊！我说你这么等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你这样，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车牌号？我帮你查查，在不在家呀？啊，我知道，5AF8999。5AF8999。哟，早上就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是吗？对对对。行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没事儿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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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师傅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那前台不让我进去，我就只好在这儿等您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事儿找我没用。师傅，这样，如果您再给我次机会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如果什么事情都有第二次机会的话，就不会有遗憾了。石总，您看一下。师傅，师傅，回去，宝贝。梅菜扣肉了，我想你了，我还想老爸，想爷爷。妈，我现在好想你们。哎呀，小总，你不吃晚饭会得胃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说不让你去上海，偏去。还有那个吴东江呢，怎么回事？你不吃晚饭，他也不管你啊。妈，那个，我现在有个工作电话进来了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回头我们再聊啊，挂了。喂，姐姐。小鱼。你赶紧准备准备，明天上午10点，你和林潇潇阐释方案。真的假的？魏姐姐，你太牛了！你真的是天底下最棒、最优秀的助理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别谢我了，你呀，还是谢谢你自己吧。我们石总可是喜欢心地善良的人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已经成网红啦！你说什么？等等，我给你发微信过去啊。我们 SW 是全球排名前10的化妆品品牌，已经有100年历史。以你作为美妆界的新星，与我们合作一定会带来共赢。去年 SW 全球营收额高达109.7亿美元，进入中国已经15年，覆盖90个城市，超过1000家的销售终端。SW 进驻以你，对以你的品牌形象也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。有个问题，我想请问一下林小姐，我们以你目前品牌齐全，与你们定位类似的品牌有好几个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与你们合作呢？我们的产品完全不同啊，功效、特点都不一样。
重点是相同的店面，我们的加入将较大的提高评效率。其实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。那么再请问，在推广上有什么方案吗？我们法国总部每年都会有大手笔的投入宣传推广。当然，一旦达成合作，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来制定华东市场的推广方案。对于乙醚，有什么营销策略？我们 SW 有统一的营销策略，不同的节点会推出不同的营销活动。然后呢？我们也可以根据乙醚的想法来。谢谢。下一位。刚刚我的同事已经把我们 SW 介绍的非常详细了，我不需要重复了。我想讲的是乙醚。目前乙醚在江浙沪共有75家分店，56个品牌。上个月的销售额是1510万，下降了13.7%。但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Beauty 美妆只有48家门店，52个品牌。但是上个月的店均销售额比你们乙醚高出了8个百分点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请看屏幕。乙醚56个品牌中，2、3线的品牌高达62%，但是 Beauty 美妆2、3线的品牌从未超越过40%。所以，乙醚缺乏的是高端品牌的贡献。如果你们乙醚可以跟我们 SW 合作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3点：第一 ，SW 可以和乙醚推出特供款，进行差异化销售，也就是说，可以让每个消费者在乙醚感受到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感觉。第二 ，SW 愿意和乙醚的其他品类进行打包销售，推出个人护理套装，可以提高门店的连带率。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。SW 的新品发布还有网络直播，可以在乙醚的各大专卖店进行投放。也就是说，乙醚会成为 SW 中国华东区品宣的重要渠道。张小姐，准备合同吧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乙醚的一份合同，岂不是意味着华东区75个专柜的合同？75份合同还垫不起一张总监助理的椅子？我赢定了。老师，文哲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老师，按你这个价格，我没办法对其他 VC 交代。文哲啊，很多人认为，只要站在风口上，猪也能飞上天。可我不这么看。我呢，从来不跟人家赌赛道，我只看趋势。这个价格，1个月之内有效，你好好看看吧。老师，不用耽误你1个月的时间了，我这边已经和 PE 的公司接洽了。如果您执意要收购盛威，我让财务给您新的报价，价格不会高，但这是底线。咱们下次再打一局。时间地点你定。好，再见，老师。早。早安。一起吃饭。好啊。Let's go。盈利报表还是有问题。刚收购的那几家网红公司呢？他们的财务报表很好看啊。时间来不及，而且你盯的时间太紧了。佳妮，你是你们会计事务所的才女，时间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？你为什么还要约他打球？上次偷袭的事情，就这样算了吗10胜1场，就当是我让他一次吧。小鱼呀，哎，你怎么也不打电话，也不发朋友圈，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啊？
妈妈这个周末就去看你啊。不要不要，妈，我最近工作特别好，我今天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超级大的合同。我和东江也挺好的，我现在就在这等他呢。哎，那家伙过来了，东江过来了，妈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你就听我的，你就别过来了，就等我回去看你和爸爸，给我准备好事就行。么么么么。一会儿我们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要想一下。吴东江。就为了他，这什么话呀？他是谁啊？没谁。吴东江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他谁呀？说话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许婷婷，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微信上交往过一阵子。你说我们俩在微信上交往过一阵子？小鱼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两个不合适。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很谢谢你对于我的情感，我也真心的祝愿你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，可以吗？单相思啊，其实我能理解你，这样也挺辛苦的。不过我真的饿了，咱们赶快走吧。米老鼠，哎，我还以为都是你欺负别人呢。我路过。你给我过来！你吃错药了吧你？你自己满口胡话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这个人你看到了吗？比你帅吧，比你高吧，比你看着顺眼吧，比你纯洁很多吧，比你好，比你优秀，各方面都比你强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就这样的，他追了我1年半。我走到哪他追到哪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哎，前半段我同意，后半段就你闭嘴！吴东江，今天我就是看到你在这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你说我都已经来 SW 工作，你干嘛还要追过来呢？你这个人不知道死心吗？你是犯贱的还是缺爱？哎，你这个人说话真的，你随便拉个人过来就说人家追你，我看他长得也挺好的，能看得上你吗？说话。你长得也挺漂亮的，可以找一个这号的吗？你说，行吧。我看你今天坑别人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走吧。怎么说话呢？不过我在最后奉劝你一句啊，你这个脚踏2只船、3只船的破毛病，你得改。以后少骗那些眼瞎的女孩。不是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2条船、3条船？啊？你说话呀！哎，刚还拿我当枪使呢，你这说走就走呀？啊，名字也不告诉我，不觉得不合适啊？总算见着你受气了，还知道你一个小秘密。嘿，行，我先说，我叫但丁。哎，站住！做另外一套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瞎晃，记住，我们是永别。凭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你这算不算始乱终弃啊？
进来吧。我知道你会回来，以你的性格，不会一起跟他们往外走。只有先回来，疗伤。你都看到了。对不起啊，那个男孩是你的前男友。既然你说的那么渣，你决定放弃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瞎说的。他没有脚踏两只船，我那么说，就是想给他们俩添点乱子。那就是你还没有决定放弃。嗯，我先把他抢回来，再说。很好，不枉我推荐你来 SW。过来。这是上海为数不多的能看到外滩夜景的写字楼。眼界的宽度取决于你的高度。当你站得足够高，不用仰望的时候，你才能领略真正的风景。白莲花和傻白甜，在现实世界里，常常都是体无完肤的。那个，我不是傻白甜，我也没有想争输赢。我这么做，就是想找回属于我自己的，我自己最想要的生活。还有，吴东江也不是小男人，他是不是小男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就得赢。只有不断努力的人，才有资格选择人生的主动权。你刚刚还在宣扬你在 SW 工作，但我想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赢不了林潇潇，这句话就会跟你的前男友一样，变成你的曾经。你知道林潇潇拿下几单了吗？可是我拿下了旖旎。旖旎很大吗？旖旎的合同刚才返回来了，不是你预料中的75家，是上海市区的5家分店。实习期还有10天，对于一个弱者来说，时间都不会站在你那边。老板，我要放大招！大招！我一家网红直播都没谈，还不是因为你告诉我今天可以把合同签了。这周一我们公司被收购了。不是啊，收购？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？我怎么能提前知道啊？这都大老板的事儿。以后啊，500万以上的合同必须大老板亲自签字。我也是昨天才知道。这合同是双赢的，新老板也不会拦着吧？你别试了，别试了，你赶紧去找他。不是张来宇，你知道我们新老板谁吗？盛威的温哲。那怎么了？他不喜欢赚钱？哎，我说张小雨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温哲这样的大佬收购我们，人玩的是资本运作，公司下一步怎么打法谁也不知道。这时候一静不宜动。你是不是还想挤压我们的利润？这真的是底线了。你还真不信我？这是合同，你有本事找文哲签字去，我3天之内。文董，外面有位女士非要立刻见你，她说她是塞琳娜。
总，您好。我是 SW 销售总监助理张小鱼。我们公司和果味传媒达成了一项双赢的合作协议。因为您收购了果味传媒，所以现在这份合同需要您签字。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张小鱼，英文名字 Selina。真巧啊，也叫 Selina。是，温总，给我5分钟，我就可以把这个方案讲清楚。这个方案啊，第一个协议需要您看。准备点充分啊，连 Selina 都打听得出来。温总，要不您先看看合同。保安。哎，先生。这个姑娘她是来签合同的，她说有个老板就住在这里，约好了给她合同。15%。温总，这样我们各退一步，18%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，好好谈一次。您看是我飞上海，还是您飞北京啊？温总，我知道您必须收购我们，我们也想被您收，毕竟都是您的老部下了。我问你，你们跟着我干几年了？5年，我让你们的薪水翻20倍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们对公司的责任以及你们的职业能力有翻20倍吗？就这样，你们还闹着要走？谈了3个月，你们提出的条件我都满足了，临签合同又变卦，你觉得我还跟你们谈吗？温总。喂，温总。王勋，停止谈判，不走正道，他们得长教训。Selina 哈。对不起，温总。他们说您最近不想见人，但是我这个合同必须要尽快签下来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能不能见到您。温总，您也是做事的人，目标第一。给我5分钟可以吗？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不可知的危险，还没打就想撤。眼看刚才电话的一幕似乎就要重演，我立刻决定闪。回来。温总是要看合同吗？我问你，如果连这个方法都见不到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查了您的财经新闻，以及打听了你所有的八卦。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的话，我会尝试别的办法。就5分钟，好吗？给你1个小时，边喝咖啡边聊。谢谢。这家的千层蛋糕，注意和纽约的 Lady M 媲美，应该吃过吧？在第5大道中央公园旁边那一家。我没有去过美国。在欧洲读了书？不是，杭州。不是海归。
能在 SW 这种法国公司当上总监助理，不错啊。所以啊，我的方案，我们毛总特别认可。不急，先喝咖啡。不急不急，您先喝。这样吧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我喝我的咖啡，你帮我打个电话，就说是我助理。这家投资公司也是您的？嗯。喂，你好，是巴斯道刘聪吗？我是绿篱投资麦克的助理。巴斯道马上就会疯狂行动，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盯紧。B 方案记录数据，每天跟我报告。有点不对劲，你跟我说，绿篱投资到底是不是你的？当然不是。我就说嘛，你是个骗子！但不可能啊！我地址调查得很清楚，不可能出错。还有，我准备了非常多的准备资料，也不可能有漏洞。还是说这家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？脸向右一点，向上抬一点。你最好配合我，否则我会报警。人是真的。既然我在你面前打电话，就没有打算要隐瞒你，只是没想到你菜鸟的这么厉害。下次呢，如果有人叫你做些什么事情，你得先了解他的动机。不要说废话，你讲重点。这家巴斯道公司呢，不到周一就会消失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他们不会找你麻烦。你让我跟你一起做局，你是主犯，我是共犯，不说共犯吧，起码是从犯好吗？方案不错，可以签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让我跟你一起做局？我跟你认识才不到几分钟，我要你向我道歉。要我向你道歉？必须。行，我可以道歉，但是合同就不能签了。你这个人用这么卑鄙的手段跟人交换合同？合同、道歉还是蛋糕，你选择。我要你向我道歉。我不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代理商集体抗议，是4家代理商，这次是4家，下次呢？化妆品向3、4线城市下沉是必然趋势。我们 SW 的代理商这些年过得实在是太舒服了，他们根本不愿意去开拓那些小的市场。如果我们自己再不做的话，丢掉的不仅仅是几个门店，而是未来。OK， 但是你不能否认，我们 SW 旗下有100多家代理商，他们才是我们 SW 的根基。动了这些根基，一切都是浮云。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上，我的选择是他们。老板发展直营不是非此即彼，是兼容并蓄。兼容并蓄，我会说服他们的。
Jacky， 你跟了我这么久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。我是一个不会轻易跟下属发脾气的人，但是，特别是对你，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，你应该帮我的忙，而不是给我添乱。抱歉，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。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可以处理好。